哇，老友記，行街見到地下有個銀包，或者跌咗張大牛500蚊紙，你第一時間會點做？係咪諗住執輸行頭，慘過敗家，即刻行埋去執起佢，諗住等失主嚟尋回，或者做個好人，交去差館？慢住，千祈唔好掂，千祈唔好伸隻手落去。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個陷阱，真係聽者傷心，聞者流淚。最近喺我哋香港各大社區，特別係一啲藥房門口、街市入口，或者係巴士站人多擠迫嘅地方，經現一種叫奪命銀包嘅新型掠水陷阱。好多心腸好、老實巴交嘅老友記，就係因為一時好心，或者貪得意執起嚟睇下，結果執一執賠幾千，無端端由一個熱心市民變咗做差人手裏面嘅盜竊犯。今日我就又到個苦主阿榮，同大家拆解呢個局。聽完之後，記住話埋幫身邊嘅老人家聽，真係見到都當睇唔到，兜路走呀。我哋先嚟睇下阿榮嘅親身經歷。呢件事就發生喺上個禮拜，當時佢去緊深水埗一間藥房，諗住買2樽關節藥。就喺佢行到藥房門口，準備推門入去嘅時候，眼角餘光突然掃到地下。咦，藥房門口塊地墊隔籬，竟然打橫放住一個黑色脹卜卜嘅真皮銀包。阿榮當時第一反應根本就冇諗過貪錢，佢純粹係覺得，哎呀，邊個咁大意啊？跌咗銀包，入面實有好多證件啊，一陣間唔見咗，實急死人。於是阿榮就彎低條腰，順手執起咗呢個銀包。呢個動作前後唔使1秒鐘。阿榮執起銀包之後，仲好自然咁打開，睇下入面有冇名片或者電話，方便聯絡失主。點知一打開，入面疊得好整齊，最上面係一張大牛500蚊紙，下面仲有幾張紅衫魚100蚊紙，同一堆好似係收據嘅紙張。正當阿榮揸住個銀包，轉身準備問藥房老闆有冇人跌咗銀包嘅時候，突然之間側邊嘭一聲，衝出一個生得高大魁梧、戴住鴨嘴帽同口罩嘅中年男人。呢個男人一上嚟就非常惡咁，一手搶走阿榮手上個銀包，仲好大聲咁指住阿榮塊面鬧：好啊，你條老嘢，光天化日之下偷我銀包，我啱啱跌咗銀包，你就即刻執咗去，仲要打開埋，你想點呀？係咪想偷錢呀？阿榮一聽，成個人都傻咗，佢好客氣咁解釋：先生，你誤會啦，我啱啱見到個銀包喺地下，我驚你唔見咗，先幫你執起，諗住交俾藥房或者報警呀。點知對方根本唔聽，仲越叫越好氣氛，引到周圍街坊都望過嚟。呢個失主當場數銀包入面嘅錢，數數客，突然面色大變，指住阿榮大嗌：唔對路！我個銀包本來有4張500蚊大牛，加埋3張100蚊紅衫魚，總共係2300蚊。點解依家得返1張大牛同3張紅衫魚，少咗1500蚊呀？係你，實係你啱啱打開銀包嗰陣，將我嗰3張大牛收埋咗入自己袋。你呢個死小偷，老不尊！老友記，你試諗下，阿榮一個幾十歲嘅老實人，一世人安分守己，連張交通告票都未收過，突然之間喺條條大路上面俾人當街指住鬧係賊，仲要話佢偷咗1500蚊。阿榮當場塊面紅晒，口吃吃咁話：我冇呀，我真係冇攞呀，我啱啱執起，你就衝過嚟啦，我邊有時間攞你啲錢呀？呢個時候更離奇嘅事發生啦，藥房門口突然行埋嚟另一個行路有啲跛，手揸住個膠袋嘅路人甲。呢個路人甲一嚟到就搭住阿榮條膊頭，好似好心幫口咁話：哎呀，老細，大家街坊街鄰，唔好搞到咁大件事啦，我啱啱喺側邊經過，真係見到呢位老人家執起你個銀包噃。不過依家個銀包喺佢手，少咗錢，真係水落石出啦。老人家，你係咪一時貪心塞咗入褲袋呀？你快啲還返俾人啊！如果報警，你呢個歲數，差人嚟到要拉你返差館，落口供，留埋案底，到時你仔女孫仔知道，你塊面放邊度呀？不如咁啦，你賠返1500蚊俾呢位先生，當係破財擋災，大家私了咗佢算啦。阿榮當時腦袋一片空白，又驚被差人拉，又驚醜事傳出去，最致命嘅係呢個時候，藥房入面個職員又行出嚟，面無表情咁話：
我哋門口個閉路電視啱啱壞咗，影唔到出面。不過我哋開門做生意，唔好喺我哋門口嘈，一係你哋賠錢，一係我依家幫你哋報警，等差人嚟搞。喺呢種重重包圍、百口莫辯嘅精神壓力之下，阿榮真係驚到手震。佢摸摸自己個褲袋，入面啱啱好有準備用嚟買藥同埋飲茶嘅2000蚊現金。嗰個路人甲同失主一唱一和，係咁施加壓力，快啲啦！一係賠錢，一係坐監，2揀1。阿榮最後真係頂唔順，好驚自己臨老入花叢，晚節不保，唯有含住眼淚喺銀包度抽咗3張大牛，1500蚊出嚟，交咗俾個失主。個失主攞咗錢，連聲多謝都冇，仲狠狠咁啐咗一聲老不死，然後同個路人甲一前一後，好快就消失喺人群之中。阿榮企喺藥房門口，成身出晒冷汗，個心跳到好似打鼓咁。等到佢冷靜落嚟，入去藥房買完藥返到屋企，越諗越覺得唔對路。佢同個仔講起呢件事，個仔一聽，一拍大腿，老豆呀，你中咗江湖騙局啦！呢個係最新嘅碰瓷銀包陷阱呀！冇錯，老友記，呢個就係依家喺全港各區悄悄蔓延嘅奪命銀包騙局。呢班騙徒專門揾一啲好似阿榮咁樣行路比較慢、神情老實、一個人行街嘅老友記下手。點解呢個騙局咁容易成功？等我同大家一層一層剖析呢個局嘅邪惡之處。聽完你就知道呢班人有幾咁有組織、有預謀。首先，佢哋放喺地下嘅銀包根本就係盜據。呢個銀包入面確實係有一啲真錢，但金額絕對唔會多，可能得幾百蚊，或者好似阿榮個案咁，得一張500蚊同幾張100蚊。騙徒一早已經記定個數。第二，呢個騙局必定係2人一組或者3人一組嚟行騙。第一個扮演失主，負責出面惡形惡相，一上嚟就用極大嘅音量同強硬嘅態度，喺心理上震懾老人家。老友記一般膽子比較細，最驚同人嘈，亦都最注重面子。騙徒就係利用當街羞辱呢招，令老人家的思考能力瞬間降到0。第三，扮演路人甲或者和事佬嘅同黨，先係成個騙局嘅核心。呢個人通常會扮成一個好心嘅第三者，表面上好似幫緊老人家行下出路，但實際上一字一句都在施加恐嚇。佢哋會不斷提起差人、坐監、案底、臨老、過唔到骨、仔女知咗會好肉酸呢啲字眼，將事情嘅嚴重性無限放大。老友記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好多老人家一世人奉公守法，最驚嘅就係差館呢2個字。一聽到要坐監、會留案底，心理防線即刻崩潰。呢個時候，騙徒再提出賠錢私了，呢個好似係唯一出路嘅方案，老人家就會好自然咁將賠錢當成救命稻草，乖乖交出身上嘅現金。甚至有啲更毒辣嘅案例，如果老人家身上冇咁多現金，呢個所謂嘅和事佬仲會好貼心咁話：哎呀，老伯，你身上冇錢呀？唔緊要。隔籬條街就有自動櫃員機，我陪你去撳啦。最緊要大事化小呀。就咁樣一步一步將老人家帶去撳錢，將佢哋嘅積蓄榨乾榨淨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問，點解藥房或者附近嘅商鋪唔幫手？呢個就係騙徒最聰明亦都最狡猾嘅地方。佢哋揀嘅下手地點非常講究，通常係藥房門口嘅閉路電視死角位，或者一啲根本冇裝鏡頭嘅舊式檔口隔籬。而且騙徒出手極快，整個過程由落網到收錢可能只係短短5至10分鐘。街坊同商鋪職員一來唔想多管閒事，二來見到失主咁兇狠，又見到個銀包真係喺老人家手上面，主觀上都會覺得可能真係個老人家一時貪心攞咗人哋錢，所以好少會主動出頭幫手。結果老人家就喺無助、恐慌、孤立無援嘅情況下，硬生生食咗呢隻死貓，賠咗幾千蚊。更令人氣憤嘅係呢類案件，老人家事後往往因為覺得好醜怪，驚俾仔女鬧自己咁蠢，或者驚俾親戚朋友笑，所以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，返到屋企隻字不提，默默承擔呢個損失。呢種心理反而令到呢班無良騙徒更加肆無忌憚。食水之味，今日呃完深水埗，聽日就去觀塘，後日就去元朗，專挑我哋啲老友記嚟下手。
各位老友記，各位孝順嘅仔女，聽到呢度，我哋一定要學識點樣防範呢種奪命銀包陷阱。第一，記住呢句金科玉律，唔係你嘅嘢，千萬唔好掂。行街嘅時候，無論你見到地下跌咗個名牌銀包，一疊金光閃閃嘅金飾，仲係一張好似啱啱落袋嘅500蚊大牛，甚至係1000蚊金牛，你都要當佢係毒蛇猛獸，千萬唔好因為一時好奇或者好心想幫人，就伸隻手落去執。你一伸隻手去執，你就已經落入咗佢哋閉路電視死角嘅圈套。只要你嘅指紋印咗喺個銀包上面，或者你隻手揸住個銀包，騙徒就有千萬個理由老賴你。如果你真係好心，覺得唔執起對唔住自己良心，點辦？好簡單，你唔好用手摸，你直接行去隔籬嘅商鋪，或者財街上巡邏嘅警員，又或者直接打電話報警，同差人講：喂，警員同志，我見到某某藥房門口地下有個銀包，你哋派人嚟處理客啦。總之你個身體，你隻手絕對唔可以同個銀包有任何物理接觸。第二，萬一你真係唔小心已經執起咗，而騙徒已經衝上嚟發難，指住你話你偷錢，呢個時候你應該點做？記住，千萬唔好慌。你第一件事唔好試圖同佢私了，更唔好拿錢出嚟。你要做嘅係用比佢更大聲嘅聲線，或者用最堅定嘅態度，直接同佢講：好，你話少咗錢係咪？我哋依家即刻報警。你唔好行開，我依家就打999，叫差人嚟驗指紋。你要知道，呢班騙徒最驚嘅人唔係你，而係差人，因為佢哋本身身上就背住好多次類似嘅案底，又或者係非法入境者、通緝犯。佢哋之所以咁大聲威脅你，就係賭你驚差人，想私了嘅心理。一旦你表現得比佢更強硬，主動要求報警，甚至大聲呼叫，吸引周圍更多街坊圍觀，騙徒心虛，好大機會就會奪回銀包，罵罵咧咧咁即刻逃跑。只要你唔妥協，唔賠錢，佢哋就拿你冇辦法。就算差人真係嚟到，你都唔使驚。差人做嘢講證據，個銀包入面根本冇你嘅指紋，或者只有你啱啱接觸嘅表面指紋，而且你身上帶嘅錢號碼亦都同佢所講嘅對唔上。最緊要係你冇將錢放入自己袋嘅意圖。喺法律上，純粹執起遺失物係絕對唔構成盜竊罪嘅。差人好快就會查明真相，反而係嗰兩個騙徒見到差人嚟到，一早就逃之夭夭啦。第三，作為仔女嘅，平日一定要同屋企嘅爸爸媽媽、爺爺嫲嫲多啲溝通，唔好一返到屋企就淨係玩電話，多啲同佢哋傾下偈，分享下最近社會上有咩新嘅騙案，好似呢種奪命銀包嘅套路，你要好有耐性咁講俾佢哋聽，當係講古仔咁，等佢哋個腦入面有個印象，話俾老人家聽。老豆、阿媽，出街如果見到地下有錢或者有銀包，千祈唔好貪心，亦都唔好太好心去執。依家好多衰人利用老人家嘅善良嚟呃錢。如果不幸遇到有人行埋嚟發難，你哋乜都唔使驚，第一時間大聲嗌報警，或者行入去人多嘅鋪頭，求職員幫手，千祈唔好當場俾錢人呀。只要我哋做仔女嘅多一分提醒，老人家出街就多一分保障，呢班無良騙徒就少一個行騙嘅機會。香港依家雖然治安整體好好，但係隨着社會環境轉變，呢啲鑽空子、專針對弱勢長者嘅偏門騙局真係層出不窮。佢哋唔單止呃走老人家辛苦儲落嘅養老錢，最壞嘅係會嚴重打擊老人家對呢個社會嘅信任，令到原本想做好人好事嘅老友記，以後見到人有難都唔敢伸出援手，令到我哋呢個社會變得越來越冷漠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將呢個信息傳遞出去。老友記，記住我今日講嘅嘢，執起就大鑊，地下有大牛，千祈唔好掂，保護自己，由唔貪唔理開始。希望大家出入平安，身體健康。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拆解更多身邊嘅陷阱。大家記住，保持警惕。拜拜。